做最真實嘅自己，展示你嘅脆弱，同人分享你嘅創傷，咁樣先至叫 authentic。由細到大，你個腦入面就係被植入呢啲所謂嘅真理。學校教你，主流傳媒教你，甚至你身邊嗰啲一事無成嘅朋友都係咁樣教你。佢哋話俾你聽，只要你夠坦白、夠真誠，將自己最軟弱、最不堪嘅一面展現出嚟嘅時候呢，世界就會擁抱你，女人就會愛上你，財富就會走向你。今日踏入2026年嘅下半年，我要喺度將呢個摧毀咗無數男人一生嘅世紀大謊言徹底地撕碎。我要話俾你聽嘅真相，會令到嗰啲滿口仁義道德嘅偽君子，嗰啲心理輔導界嘅神棍，全部原形不露。如果你嘅心靈太過脆弱，接受唔到現實嘅殘酷嘅話，我建議你即刻撳右上角嗰個交叉掣，翻去你嗰個同溫層繼續發夢嘅 area。我嘅王國係唔收留，連真相都唔敢面對嘅懦夫嘅。聽清楚啦，呢個世界從來都唔係由真相去驅動嘅，呢個世界係由神話去統治。嗰啲喺社會底層掙扎嘅系統加速，日日喺度執着於事實係點樣啊？到底發生咗啲咩事啊？佢哋以為只要將所有數據、所有真相攤出嚟呢，就可以贏得辯論、贏得人心。但係真正嘅強者、真正嘅君王，從來都唔會俾現實綁死。我哋要明白一個歷史上所有征服者都會識嘅秘密，就係史巴達嘅幻象 （Spartan Mirage）。古希臘嘅史巴達人，佢哋真係個個刀槍不入嘅超人咩？佢哋真係百戰百勝咩？其實係錯嘅。歷史學家早就證明咗，史巴達軍隊都有被打敗、被打到落花流水嘅時候。但係點解全個希臘都咁怕佢哋啊？點解好多城邦一見得到史巴達嘅紅色戰袍，佢哋嘅袍鋒未打就已經投降呢？就係因為史巴達人成功咁樣為自己編織咗一個不可戰勝嘅神話。佢哋將自己包裝成為死神嘅化身。而呢個 legend 呢個傳奇呢個幻象，遠遠比起佢哋真實嘅戰鬥力係強大無限倍嘅。佢哋嘅聲譽就係佢哋最無敵嘅軍隊。你明唔明啊？人類嘅大腦根本就唔係為咗 process 客觀事實而去設計嘅。人類嘅爬蟲類大腦只會對權力、神秘感同埋傳奇故事產生臣服般嘅本能。當你將自己所有嘅底牌、所有嘅缺點、所有嘅平凡美其名咁樣真實咁樣地展示俾全世界睇，你唔係喺度建立緊連結啊，你係喺度親手摧毀緊你自己嘅君王氣場。如果你繼續沉迷喺呢種過度分享同埋展示脆弱嘅有毒文化入面呢，你嘅人生將會無可避免咁樣陷入3個萬劫不復嘅地獄裏邊。第一個地獄就係你將會徹底失去男人嘅尊嚴，淪為共鳴型嘅廢物。依家嘅 social media 充滿住一種極度病態嘅風氣，嗰啲網紅 YouTuber 個個喐啲就喺度拍條片話：唉，我崩潰了，我抑鬱了，我破產了等等，然後就喺鏡前滴兩滴眼淚，佢哋以為咁樣好撚貼地，好撚 real。結果係啲咩呢？就係佢哋的確呃到一堆廉價嘅同情心，可能多啲 like 數嘅，呃到一堆留言話：哎，加油啊，我都係咁樣嘅。但係有冇一個真正實力嘅強者會去尊重佢哋呢？係絕對冇嘅。你睇下英國嗰個撚樣哈利王子 Prince Harry， 佢為咗所謂嘅真實出書，將自己皇室入面所有嘅恩怨情仇啊，自己點樣失去咗童貞啊，點樣自己心理不平衡啊，全部公諸於世。佢以為咁樣可以換到好多世人嘅理解，結果係點咩？就係佢成為咗全世界嘅笑柄。佢由一個高高在上嘅皇室成員，變成一個日日喺度怨天尤人嘅怨婦。男人睇唔撚起佢，因為佢出賣咗自己嘅家族，亦都出賣咗自己作為一個男人應有嘅沉默同埋堅韌。喺雄性嘅殘酷角鬥場入面，我哋只會敬畏嗰啲即使身負重傷都依然面不改容、企得直一直嘅戰士。當你將自己嘅傷口係咁周圍 show 俾人睇，你喺其他人男人眼中你就唔再係一個競爭對手，你只係一件可以隨時被踐踏嘅垃圾。你失去咗神秘感嘅話，你就會失去咗威壓感。第二個地獄就係你嘅性吸引力將會徹底清零，呢個就係最致命嘅其中一點。女人嘅理性上可能會同你講：我好希望你對我坦白啲，我好希望你同我分享你嘅軟弱。但係如果你真係信諗咗，你真係將你工作上面嘅委屈啊，你對未來嘅恐懼啊，你原生家庭嘅創傷全部倒垃圾咁樣倒俾佢聽嘅話，我保證佢下面一定會乾過撒哈拉沙漠。因為2025年進化行為科學期刊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Behavioral Science 有一份極具爭議性嘅研究報告指出咗，當男性喺兩性關係嘅初期過度展示高透明度同埋情緒嘅脆弱性，女性大腦中負責性喚起 sexual arousal 嘅區域將會出現斷崖式嘅活躍度嘅下降，相反負責母性照顧嘅區域就會被激活啦。亦都即係話，當你太過 real 太過真實嘅時候，你喺佢心目中就由一個可以征服佢嘅強者降級成為一個需要佢照顧嘅 BB 巨嬰。女人嘅原始欲望係由未知同埋仰望去驅動嘅，佢需要一個差距一個 gap 去填補佢哋嘅性幻想，佢哋渴望嘅係一個深不見底嘅深淵，一個佢哋冇辦法完全掌控嘅危險迷宮。當你將自己變成一本攤開出嚟睇嘅說明書，一眼就睇晒毫無保留嘅話，
你嘅性張力咪就會徹底死亡。所以你以為自己好撚叻仔喺度建立親密感嘅話，你就戇鳩啦，因為你係喺度進行緊精神上自我嘅閹割。第三大嘅地獄，你將會喺財富同埋事業上面嘅戰場淪為廉價嘅消耗品。喺商業嘅世界，點解有啲嘅產品可以賣貴對手10倍，依然都有人排隊買？點解有啲領袖可以令到無數頂尖嘅人才死心塌地咁樣 follow 住佢呢？因為佢哋賣嘅唔係事實，佢哋賣嘅係神話。如果你淨係識得講真實嘅嘢，我嘅產品有幾多 G 啊，有幾多 RAM 啊，我嘅服務流程係點啊，我間公司其實有好多困難啊，話俾有人聽啊，你永遠只可以喺紅海入面同啲人鬥平，你變成咗一件隨時可以俾人取代嘅商品。你睇下 Elon Musk，你睇下已故嘅 Steve Jobs，佢哋被稱為擁有現實扭曲力場 （reality distortion field）。點解呢？就係因為佢哋從來都唔會同你講客觀上我哋做唔到嘅，佢只會向世界宣告一個極度宏大、幾乎妄想級嘅創世神話。佢哋將自己包裝成為改變人類文明命運嘅神明，就係因為呢個神話，投資者俾錢佢哋，天才為佢哋賣命，消費者將佢哋嘅產品當成宗教圖騰咁樣去崇拜。所以如果你拒絕建立自己嘅神話嘅話，堅持要做一個老實普通人嘅話，你嘅財富天花板永遠都只能停留喺一個高級打工仔嘅層次，你永遠都奪回唔到你自己嘅財務主權。依家等我哋一齊睇清楚，邊班仆街喺度推廣呢種脆弱就係美麗嘅劇本，就係嗰班喺主流媒體上面大行其道嘅心靈雞湯導師，嗰啲所謂嘅兩性情感專家，同埋嗰班被左膠覺醒文化 woke culture 洗晒腦嘅軟弱男人，佢哋日日喺度鼓吹男人都可以喊㗎，唔好隱藏你自己嘅恐懼啊！點解啊？就係因為佢哋自己本身就係一班毫無實力喺競爭中被淘汰嘅失敗者。佢哋冇能力爬上頂峰，所以佢哋咪就要發明一套新嘅道德標準，將軟弱包裝成為勇敢，將平庸包裝成為真實。佢哋想將所有擁有攻擊性、擁有野心嘅男人全部拉低到同佢哋一樣嘅水平，大家一齊喺個泥沼入面互相圍爐取暖。呢個咪就係一場根本性嘅針對男性精神嘅系統性謀殺咯。仲有嗰啲就係所謂嘅 fact checkers 事實審查者，日日喺度執着於字眼上面嘅對錯，喺度挑剔強者嘅一啲瑕疵。佢哋以為自己掌握咗真理，但係其實佢哋只係一班永遠企喺觀眾席上面對住場內奮戰嘅角鬥士，指指點點嘅太監。我哋 Metafuck Up 嘅存在就係要同呢啲思想毒瘤勢不兩立。我哋唔係嚟同佢哋講道理，我哋要粉碎佢哋嘅一啲虛偽，然後喺佢哋嘅廢墟之中建立我哋嘅新秩序。所以如果你唔想再一世做系統加速嘅話，如果你渴望奪回自己絕對主權嘅話，你必須要將真實呢一個概念由你腦入面徹底刪除。你要學識嘅係點樣為自己斷咗一個無懈可擊嘅創世神話。當你掌握咗呢個神級嘅心理槓桿，你嘅人生將會迎嚟3個顛覆性嘅逆轉。第一，你將會凝聚出令人窒息嘅君王氣場，贏得絕對嘅敬畏。真正嘅強者係極度吝嗇自己嘅資訊，你要學識選擇性地展示 selective revelation。你唔需要講大話，但係你絕對唔需要講晒全部嘅真相俾人聽㗎。你只會展示自己千錘百煉後嘅鋒芒，隱藏住你喺暗角舔傷口嘅狼狽。當你學識沉默，當你學識留白，其他人嘅大腦就會自動幫你補完剩低嘅畫面。因為當你展示出嘅結果太過強大，佢哋嘅潛意識就會自動將你神化，佢哋就會覺得你深不可測，覺得你背後隱藏住巨大嘅力量。呢種不可預測性同埋距離感先至係權力嘅終極來源。當你行入一間房，你唔需要講嘢嘅，你身上嗰種由神話交織而成嘅神級威壓就已經令到其他男人自動為你開路讓路。你唔再係一個可以被隨時批評嘅凡人，你係一個不可侵犯嘅圖騰。第二，你將會成為女人冇辦法抗拒嘅致命謎團，因為你要記住，女人愛上嘅從來唔係真實嘅你，佢哋愛上嘅係佢哋大腦入面為你投射 project 出嚟嗰一個幻象。當你用神話去包裝自己，你唔再同佢解釋你每一日做緊啲乜嘢，唔再同佢訴苦嘅話，你嘅生活就會變成一場史詩式嘅冒險，而佢只係有幸被你允許參與其中一小部分嘅乘客。你變成咗一個謎團，佢就會日日夜夜咁樣諗啊，佢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人呢？佢背後經歷過啲乜嘢呢？點解佢可以咁冷靜咁強大呢？當一個女人開始為你投入呢種大量嘅情緒計算同埋猜測，佢嘅慾望之火就已經會被你徹底地點燃，你嘅神話就會成為佢最強嘅春藥。佢唔係想去了解你，佢係想被你呢一個強大嘅黑洞徹底地吞噬。呢個先至喺兩性動態入面最高級別嘅降維打擊。第三，你將會擁有扭曲現實嘅能力，輕易掠奪世界上面嘅財富同埋資源。當你為自己嘅事業、為你嘅品牌建立咗一個強大嘅王者史詩，你嘅競爭對手其實就已經輸晒，因為佢哋賣緊功能嘅時候，你係喺
喺度賣緊一種信仰。你話俾世界聽，你唔係嚟做生意嘅，你係嚟發動一場革命嘅。你嘅過去充滿傳奇嘅色彩，你嘅未來指向緊一個宏大嘅新世界。當你嘅神話足夠強大嘅時候，人哋就會為咗成為你神話嘅一部分而心甘情願咁樣將金錢、資源、人物全部奉獻俾你。你唔再需要去乞求機會，機會都會自動咁樣被你嘅引力吸引過嚟。你嘅故事就係你最強大嘅印鈔機。我今日講嘅呢一切已經超越咗一般人可以理解嘅維度。我唔係叫你去呃人，我係話俾你聽，現實係由嗰啲最識得講古仔、講故事嘅人去定義嘅。你選擇做一個毫無保留、被人睇穿晒嘅老實廢柴啊，定係選擇做一個控制敘事權、將自己鍛造成為神嘅君王呢？我唔 care 你點樣揀，因為我嘅王國、我嘅光王熔爐、我嘅 TKC The King's Crucible 係從來唔缺人嘅。我喺度唔係為咗討好你，唔係呃你幾個 subscribe like， 亦都唔係為咗同你辯論，我只係喺度宣告緊我嘅真理。所以如果你聽完呢番說話，覺得我好傲慢、好有 ego， 覺得好唔夠真實，覺得我好傷害咗你脆弱嘅小心靈嘅話，非常之好啊！請你即刻死開，翻去你嗰個充滿同情失敗者嘅世界就 OK。你呢種人咧，連企喺我面前嘅資格都冇，死開啦，拜拜。但係如果你聽完之後感覺得到你自己靈魂嘅某種原始嘅野性被我喚醒嘅話，如果你意識得到你過去幾十年嘅乖巧同埋真實只係困住咗你嘅枷鎖嘅話，如果你準備好將你過去嗰種軟弱嘅自己徹底獻祭，用極致嘅紀律、智慧同埋野心去為自己譜寫一部真正嘅王者史詩嘅話，咁你自然就會揾到方法加入我哋，進入我哋嘅領土。我係 Man 到發金嘅 Manson，今日就係咁多，我哋喺新秩序嘅頂峰見你。